DJ 室畢業生代表致辭，請畢業生同學廖欣彤。係啦，爭啲幫佢講喎。香港教育學院李秀平導師。漢祖聖校監。各位總理。各位嘉賓。吳校長。各位家長。各位老師。各位小朋友。今日係我哋幼稚園畢業典禮嘅大日子，好開心啊！因為我哋就快要成為小學生，大個仔、大個女啦。不過另一方面，我哋又覺得好唔開心，因為我哋好唔捨得生活咗3年嘅校園。喺學校入邊有非常愛我哋嘅校長同老師。